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有些事咱回去再说，行不行？爸爸，好，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咱俩之间至于吗？有些事，哎呦我去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都明白，现在我都明白，你就别说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咱俩能不能不说了啊？我一会儿回去见面，咱俩说还不行吗？小马，金哥吗？咋回来了？咱到明天不？复原了，复原2年了。哎呦，有时间老是这去，同学聚会吧，也是。我结婚了，孩子多大？孩子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不出事了吗？哎，哥们儿来了，快，孩子锁车里了，快点，帮下忙了。